學識瞞住贏錢先係致富嘅關鍵。好多人炒股都係想一步登天，亂開槓桿、玩期權，甚至借錢，就係見到人哋超級績效嘅表面啦，以為撳下個買賣掣就可以幾分鐘內成為富翁。我最能憎嘅就係呢種小賭怡情大賭變李嘉誠嘅態度。好多人接受唔到賺錢嘅過程本身就係要有耐性。我成日同佢哋講，你想瞞住贏定係好刺激咁輸，佢哋都會答點解唔可以好刺激咁贏？但係事實就係交易市場只會獎勵可以冷靜處事嘅人。當你情緒激動，好想交易，就自然會失去理性。唔好同我拋書包話呢個係二元分立理論呢啲濕鳩嘢。呢個股市就係得呢兩種答案，一係平淡交易穩陣賺錢，一係就貪刺激但係就輸到喊。你唔應該喺交易上尋求多巴胺，要做到長勝將軍，一定要學識睇淡輸贏。市場中意冷靜、有耐性、有紀律嘅人。當你情緒化、手痕貪快，你已經輸咗。輸嘅唔係錢，係理性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咧，學習股票同埋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 New Type 袁阿龍。